媽咪，如果有人掂到我，令我唔舒服，但我唔知佢係唔係專登嘅，我應唔應該出聲呢？做父母嘅最心痛莫過於見到孩子明明受咗委屈，但因為顧及人哋嘅感受而選擇忍耐。好多懂事嘅孩子喺面對唔舒服嘅接觸時，第一反應往往唔係拒絕，而係怕尷尬，怕對方只係無心，甚至驚講出嚟會被當成篤灰或者小題大做。今日喺小森林嘅樹洞，我想同大家分享教孩子守護身體界線，保護自己，從來都唔需要覺得唔好意思。我女小星早前喺學校排隊，有個男同學將手放咗喺佢腰間後邊一段時間，返到屋企佢細聲同我講：媽咪，我覺得唔舒服，但我唔知佢係咪無意嘅。講出嚟好似好尷尬，好似喺度篤灰咁啊！而早前喺泰國同親戚玩，幼稚園嘅表弟好熱情咁不斷行近，小星突然情緒爆發大喊。事後佢話我知，佢好驚表弟會做出令到佢好唔舒服嘅身體接觸，但身邊嘅長輩第一時間就話：佢咁細個熱情啫，使乜喊啊？嗰一刻我好心痛，無論係面對無心嘅同學，定係年紀細嘅表弟，孩子唔係唔知自己唔舒服，而係佢哋太善良，太顧及人哋。對方可能無心㗎，對方年紀咁細，我出聲會唔會係我唔啱？結果孩子選擇抑壓自己嘅直覺，將委屈同恐懼吞晒落肚。後來學校老師好認真咁教導同帶住小星喺課室反覆練習呢3個守護身體界線嘅關鍵。第一，感受高於意圖。話俾孩子聽，無論對方幾多歲，係咪冇心之失，只要你嘅身體感受唔舒服，呢個感受就係100% 正當嘅，你絕對有權利叫停。第二，練習雙爆咁 say no。 喺屋企同孩子反覆模擬，眼神直視對方，挺直腰板，用堅定清晰嘅語氣講 Don't， 唔好掂我，請放手，唔好笑笑口，唔好細聲，讓對方知道你係認真嘅。第三，保護自己唔係篤灰。講出真相，保護自己叫守護界線，惡意告狀先叫篤灰。感到不適即刻走開，亦告訴信任嘅大人，做錯嘅從來都唔係你。教養孩子，我哋總教佢哋要善良，要有同理心，要體諒別人。但更重要嘅一課係喺自己嘅身體界線面前，你嘅安全同感受永遠排喺第一位。保護自己，永遠唔需要向任何人道歉。今晚臨瞓前，不妨同孩子一齊練習一次堅定嘅 say no。喺留言區留下一句我嘅身體我話事，一齊守護每一個善良嘅孩子。覺得今條片有幫到你嘅，記得俾個 like 同 subscribe我哋下集小森林見。